阿 Trump 咧5月13號到15號訪華咧，頂5年任10月有呢件事出現咧，傾起上嚟咧唔係會一個開心環境同埋場面啦。李嘉誠李總咧最近咧，哇，即係大量持有現金啊，莫非市場會有機會大跌？我覺得仲要睇一個咯，即係大家要記住就係喺。Hello everybody， Hello，大家好。係咁啊，今鋪咧我哋又兩岸三地喎。我哋咧就繼續咧就網絡會議啦。咁今期嘅財源廣進咧都啱啱咧撞到正咧，阿 Trump 咧就坐飛機咧訪華喎。咁據我所知咧就擁抱咗科技股嘅振雄師傅咧，就呢段時間咧好開心嘅嚇。呢樣嘢就要讚阿文輝老師啦，介紹啲股票咧就真係必屬佳品啦。所以喺裏邊嘅股票裏邊咧，你哋可以買晒。咁當然咧就得唔得咧呢件事咧，其實大家咧可以放長雙眼睇，因為咧我哋持續咧同各位朋友印證嘅。咁但係咧講翻轉頭咧，阿 Trump 咧喺5月13號到15號訪華咧，其實咧亦都傳出一個插曲嘅。美國方面咧就一早咧已經講出咧就話，到底咧會有邊啲科技巨頭咧會同行㗎啦咁，黑黑在列嘅一定咧就有黃仁勳嘅呢個名字嘅。但係訪華前一兩日咧，突然間傳出喂，名單裏邊冇啊，勳哥仔喎咁樣，但係咧喺開飛機嘅過程裏邊就喂停低咗去接阿勳哥仔喎。令到咧就成個達鏈嗰啲朋友咧就好歡呼雀躍。今日下午咧成個市場咧嗰啲科技股嘅走勢咧，好似咧比早上咧嚟得靚仔啲。阿文輝，即係好多朋友都話阿 Trump 咧其實係一個畫曲線嘅朋友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你覺得後邊咧嗰個波動會唔會進一步放大啊？咁接下落嚟，究竟有邊啲方向或者邊啲機會確定性比較高咧？我哋今日接下落嚟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咁所以咧，其實市場咧普遍都預期就話阿 Trump 過嚟咧，對於成個市場特別係交投氣氛，應該咧會嚟得更加活躍嘅。咁阿文輝，你係點睇咧？我覺得好似喺市場上邊又並非表現得咧如大家所想一樣。即係 A 股裏邊嘅一個創業板啦，其實已經創咗一個歷史新高㗎啦。目前嚟講，即係好似芯片半導體包括一啲存儲即係呢方面嘅一啲龍頭嘅公司都喺嗰邊嘅。咁所以嘅話咧，其實呢種極致嘅分化咧，係已經持續咗一個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嘅。咁所以目前嚟講嘅話咧，呢把火暫時係唔會咁輕易就話就係熄嘅。咁所以後邊嘅話，我覺得喺呢方面仲係可以多啲，即係話多啲去把握一下啦。喺5月13號到5月15號之間，喂，其實有冇啲咩玄學嘅根據嘅咧？如果睇落就呢個月咧都係壬辰月，天光喺個壬水情況之下咧，壬水即係一啲陽水啦，一啲大江大河水啦，咁即係好似今次 Donald Trump 帶住一大班人係會壬水帶住一班神即係龍啦，即使呢啲龍頭去訪華，即使有啲要求吸商甚至乎一啲爭取，頂5年裏邊出現壬辰月有呢件事出現咧，都會有啲擦槍走火，甚至乎個要求比較上有啲苛刻添，所以變咗我相信咧就傾起上嚟咧唔係會一個開心環境同埋場面啦。咁即係換言之，你認為咧其實有波折嘅喎？文輝，你覺得咧即係呢個波折會唔會帶嚟咧就係一個巨幅嘅下滑，然之後咧再帶嚟呢一波快速嘅上升咧？即係或者回頭嘅話，反而就係上車嘅機會啦。即係特別好似對呢啲科技股嚟講好似晶片或者係即係存儲呢方面嘅話，我哋之前其實都有把握過但係即係落車落得太快。講另外一件事啦，最近咧大家都見到㗎啦，國際市場上裏邊，李嘉誠李總咧就最近咧，哇，即係大量持有現金佢哋咧係出賣咧就英國咧大部分嘅資產，莫非市場會有機會大跌到佢值得買為止咁？因為咧你見到每一次咧李超人咧落手嘅時候，總係市場咧最低谷嘅時候嘅。咁跟住咧就睇翻巴菲特老爺啦，佢不斷咁咧增加自己持有現金嘅比例。咁巴克希爾咧雖然咧已經巴菲特咧就唔係主坐鎮啦，成為咧背後垂簾聽政嗰位，但係咧睇翻個數據，較2025年咧有3730億美元嘅呢個增加嘅，佢持有嗰啲現金咧真係越嚟越多喎，拋嗰啲股咧
就拋到咧即係已經開晒項喎咁。Michael Berry 我諗好多朋友咧即係都記得㗎啦喺嗰出以大空頭為原型嘅電影裏邊就警告咧納斯達克咧100市盈率咧係高於30號嘅合理水平佢話咧喂。費城半導體指數咧3月底咧上漲70%啊！如果按照咁睇，哇，係一種對立嘅局面喎阿師傅，其實咧我都好想問你一個問題㗎啦，到底今年咧特別呢個2026年嘅流年其實咧我哋係適合咧持現金啊，定係持股啊，抑或係持樓先係最安全嘅做法咧？我相信係今年2026年丙午年嚟講咧，火嘅年份咧 ，AI 科技股屬火嘅行業都仲係會一個熱潮。講到李嘉誠同埋巴菲特啦，都一路增持現金啦，咁呢好正常嘅，因為事關佢哋如果睇淡或者甚至乎覺得個市係偏高的話咧，我相信都唔會一日半日可以估得晒佢哋嘅資產啦或者股票啦，係咪先？年半時間先至估得到股票，唔同我嘛，我撳個掣一撳落去就估晒啦。咁我相信李嘉誠除咗投資眼光好，佢用人都用得好好嘅，即係有啲投資嘅有啲專家喺佢身邊，甚至乎我估計李嘉誠都會有啲好叻嘅風水師傅幫佢睇住個股市同埋睇住大環境。如果你話係今年會唔會係好高位而大家覺得好有種泡沫嗰種感覺咧，我相信丙午年都未有問題住。文輝，咁你點睇即係如果按照依家係咪啲大佬們個個都揸現金咁，到底按照李超人啦，以往即係佢賣幾耐之後咧就真正見底咧？就好似阿巴老爺咁樣啦佢之前亦都講過，即係2000年附近嗰個科網股嘅一個泡沫啦，同埋個危機嘅反覆提醒之後啦，大概喺1到2年裏邊咧，就真係科網就爆咗嘅咁但係目前嚟講，我覺得而家呢一個 AI 或者講即係算力芯片呢一部分啦其實同當時嘅科網，我覺得係稍微有啲唔同嘅，因為當時佢科網嘅話，其實更加多就偏向於某幾間嗰啲即係話比較大嘅一啲網絡嘅公司啦咁但係今次嘅話咧，其實 AI 係可以同好多個行業去形成一種新嘅一種裂變嘅，或者新嘅一種生產力嘅，即係提高效率或者係提高即係話產生啲新嘅技術咁樣，即係佢個想像空間會更大。咁所以其實我嘅觀點就係，即係呢一個佢持續嘅時間係應該會更加耐。就唔似科網咁樣。當然你話如果短期即係所有嘅資金即係包括好似本來係買消費嘅本來買金融地產嘅嗰啲資金都湧過去，就會出現一個短期過熱嘅情況嘅。咁呢個係需要我哋警惕啦。咁但係喺未出現呢種過熱嘅一個信號之前嘅話咧，每一次嘅回調，我哋都可以去進行一個即係話入場嘅機會啦咁所以老實講，我覺得越嚟越近㗎啦。係啦，咁但係幾時咧？唔知道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喺接下落嚟只要即係話我哋之前分享嘅一啲股票池裏邊嘅啲科技股啦，只要出現一個回調嘅話，咁其實我哋肯定都係會繼續去出手即係繼續去攞翻啲倉位嘅。咁當然如果係真係出現過熱嘅情況啦，即係風險即係個暴風雨隨時嚟臨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喺節目裏邊啦，隨時同大家去做一個提醒嘅。要記得關注我哋財源廣進，所以大家繼續追睇我哋嘅財源廣進就得㗎啦。係啦，你就留心住咧，到底咧阿振鴻師傅咧幾時咧出清嗰隻？嗱，大家如果真係要睇芯片股咧，特別係睇科技股咧，到底咩情況嘅話，一定要參考咧就係韓國啦同埋日本個股市嘅，因為咧佢哋咧嗰個 SK 海力士咧，譬如佢成為咗咧存儲芯片嘅國際龍頭，個市盈率咧得6倍咗緊啫，所以咧你話貴唔貴咧咁？其實咧仲要思考一波問題嘅，從美國出嚟去日本同韓國嘅資金。佢哋幾時會收手？係嘛，文輝？特別係即係如果今鋪係嘛阿 Tom 過嚟咧，就係來華訪問，咪傾掂數嘅話，你唔排除咧嗰啲大金融機構嗰啲資金咧就會轉移陣線，就入國內嘅喎？點睇啊？其實呢幾年咧，好明顯港股嘅一個資金嘅來源同即係話再前幾年2000年之前咧，其實係好大嘅唔同嘅。因為當時其實港股嘅話咧，其實有相當大部分嘅一啲資金咧係屬於外資，包括歐洲美國特別係機構嘅資金係比較多㗎。但係即係大家貿易戰之後啦，咁其實就好明顯係出現咗一個變化啦。即係好似恒生科技之前有一段時間個流動性基本上就已經去到仙股嘅流動性咁嘅情況嘅。當時係點樣出現一個逆轉咧？就係內地即係話南向資金啦，內地嘅啲機構資金係不斷咁落嚟去俾翻啲活水係港股呢邊嘅。好明顯就係處於一種即係話內資嘅一個壞事權係比較強嘅。咁但係一旦
喺今次大家會談之後，傾掂數啦。甚至美國願意放開一啲佢哋嗰邊嘅機構啊，去投資我哋之後，水漲自然就會船高嘅。港股又好，甚至 A 股又好咧，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特別目前嚟講，其實港股嘅總體嘅估值啦，相對於日韓股市啦、歐美嘅股市嚟講，其實都唔高㗎。喺接下落嚟咧，我哋好有可能會繼續加大恒生科技 ETF 嘅一個倉位嘅。咁講到恒科就要講講，其實今年年頭咧，就喺坊間咧有一種流傳嘅講法，喂，你唔中意邊個啊？你想跣佢一鋪話，喂，你建議佢買恒科啦，買嗰個即刻傷心欲絕啊咁樣，係嘛？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咧，就即係有啲朋友咧都會講，嗰啲國際大投行咧就講緊，喂，未來一年咧人民幣咧會持續升值喎，會唔會咧帶動咧資金更加多咧回流到咧就係港股市場，同埋咧就係 A 股市場咧？阿文輝點睇啊？恒科嘅話咧，佢主要係一個咩原因咧？就係因為好似即係阿里啊、騰訊啊呢啲，即係屬於係恒科裏邊嘅權重股啦。喺港股裏邊上市嘅呢啲個股咧，其實即係晶片相關嘅、半導體嘅相關嘅個股咧，係好少嘅。而且佢哋就算有上市嗰啲咧，其實個權重咧都唔大。咁所以基本上係喺恒指入邊咧係體現唔到出嚟㗎。喺阿里啊，包括騰訊啊，其實佢哋有冇相關嘅產業或者係佢哋投資嘅公司係做呢方面咧，其實係有嘅。咁所以喺目前呢個位置嚟講，其實佢哋嘅價值係未真正體現到出嚟。咁師傅點睇啊？喂，如果恒科即係有啲朋友話，喂，咁唔老禮㗎咁，會唔會年底稍為運程好啲㗎？去到下一波同埋下一輪嘅情況之下咧，一般嚟講係將最尾最後嘅股票推到最熱刺同埋最高點嘅時候咧，都係會一啲指數股同埋大隻啫。而初期早期嘅上升都係靜悄悄，大家都不為人知，同埋大家都唔熟悉嘅股票，而係升得好勁咁嘅情況㗎。咁啊，所以變咗升到去末段嘅時候咧，我相信恒科嘅大價股啦，即係騰訊、阿里巴巴呢類股票咧，都會係跟隨會上升嘅。所以阿振龍師傅咧喺不知不覺嘅情況之下咧，就買咗麗飛啦。咁然之後咧就決定咧持股到咧真正啲大嘢咧嚟嘅時候咧先恒科係嘛？咁我都好想問下咧，阿師傅，到底今年即係好多朋友最關心嘅一個問題，到底今年係港股勁啲啊，定係 A 股勁啲咧？咁樣頭先阿文輝老師都講過啦，以前嘅香港股票市場咧，大多數都以外資為主嘅，即係流入流出都好啦，都外資為主。而家都唔係好受外國股市影響，即係道指又好，道指升跌都唔好受影響。而家好多時都睇 A 股香港市場，我相信都係 A 股市場好啲，先至令到香港股票市場好啲咯。咁啊，文輝咧點睇啊？我覺得仲要睇一個咯，睇下師傅啲水肯唔肯流翻入港股啦。師傅啲水唔係一直放喺港股咩？佢仲有好多產業噶嘛，頭先講到。係咩？咁咩？係啊。阿師傅好老實講喎，你真係要認真交代下。我主業都係呢個風水算命嘅。仲有好多副業係啦。係副業咧，就要同我哋分析下啦。呢個星期咧，嗰個賬戶有啲咩變化係嘛？我哋呢個賬戶裏邊咧，今個星期咧就雖然就係放完呢個5一嘅假期啦，咁啊暫時嚟講咧，我哋都有呢個增長嘅。咁啊，我哋個戶口裏邊咧嘅股票加現金咧都有20.8千幾嘅。咁啊，手頭上持有呢個頭先講過嘅恒生科技股嘅 ETF 啦，咁啊都有進賬嘅。同埋我哋持有呢個招商證券，咁啊都唔錯喎。招商證券都為我哋帶來呢個2% 收入增加嘅收入喎，都唔錯。我哋而家現時可動用嘅資金就有10.7萬。仲有一半嘅倉位啊。係啊。咁啊，文輝點啊？使唔使追啲科技股啊？仲有一半倉位喎。肯定要㗎，等佢回調先啦。若然等佢回調，就可能就升到好高先回調嘅喎。所以就問追唔追嘛？如果佢真係唔調嘅情況下邊，咁我哋可能都會考慮去分批去建倉咯。唔可能話真係要等佢，真係跌個10幾20個點，可能目前嚟講真係睇唔到咁嘅情況嘅可能。即係佢調7、8個點就好入啦，你嘅意思係嘛？呢個要真係睇盤中嘅情況啦即係如果個成個板塊或者成個行情一個情緒比較好嘅時候嘅話咧，咁其實即係稍微高啲都唔緊要嘅。即係大家要記住就係喺風口上面咧，豬都識飛起即係佢呢個唔係話簡單嗰啲微風佢呢個係好似颱風咁樣好慢唔係一時半刻就會停嗰種嚟嘅。嗱，因為咁啊，我哋上一期都有講過話，都有啲稀有金屬嘅，即係除咗科技股，我哋一路都有介紹過稀有金屬。咁如果稀有金屬，文輝老師點睇咧？如果你話科技股又偏高咗啲啦，咁啊稀有金屬有冇得諗咧？
稀有金屬嘅話咧，其實最近都已經係升咗一波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同嗰個即係話美伊呢一個情況咧，佢哋嗰個中東嘅情況啊係相關嘅。咁但係如果當佢哋平靜之後咧，就係大家又握下手啊、傾下偈啊咁嘅時候咧，好明顯佢哋有出現調整嘅。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就係先暫時繼續先觀察下先咯。即係而家未有好明確嘅一個機會出嚟。嗱，我以玄學咁睇啦，咁喺玄學嚟講，而家農曆即係壬辰月啦，跟住下一個就癸巳月啦。咁如果美伊呢段時間，我自己個人預測咧，就冇咁快搞掂嘅。阿文輝老師，咁啊稀有金屬喺呢個零月有冇得諗咧？由上個星期加咗入自選，即係我哋一直喺度跟進緊噶嘛，即係有跟蹤佢嘅走勢。係咁確實佢而家升咗，但係即係有一啲其實升得唔係特別多嘅，好似即係江西銅業啊呢啲，咁佢本身又持有稀鎂啊嘛。咁其實呢啲我覺得就係屬於即係話有機會後邊會保障嘅機會嘅。因為咧就我見到咧4月10號咧，我哋啊買入咗咧就係2000股嘅呢個恒科嘅，當時買入價咧係4蚊8毫92啊。咁啊，另外咧就講緊4月2號到16號咧，我哋買入咗咧就係好多嘅呢個招商證券嚇，目前咧就已經減咗1000股，但係咧仲有8000股喺度嘅，咁啊均價咧13蚊5毫9，應該講咧賺不少噶啦。咁其實需唔需要即係將佢哋轉移倉位，抑或直接就用現金買入咧？剛才你講到嘅呢啲稀有金屬啊，或者貴金屬啊咁啊？如果你話好似招商證券都仲未開始拉升嘅情況之下，我哋再等等啦。我哋仲有好多錢啊，咗成10萬有多，咁啊都可以再即係持有其他股票嘅。我贊成啊，因為其實而家即係 A 股嘅情緒其實已經即係話辣起咗啦。咁但係港股呢邊咧，好似暫時仲未傳過嚟。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時間問題啊，即係好快肯定都會傳埋過嚟港股呢邊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我哋嘅倉位即係總體係偏保守一啲嘅，咁就直接用現金去買就 OK 啦。咁啊，下次咧，我哋同大家公佈咧，我哋到底買入啲乜嘢好嘛？文輝老師之前介紹嘅邊幾隻嘅稀有金屬股票嘅，大家記得睇翻上一期嘅財源廣進就得啦。嚟到呢個時間咧，我哋要提醒各位朋友啦，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啊！以上嘅內容咧，僅代表咧嘉賓個人觀點，唔代表咧本節目及平台嘅立場嘅。咁過往業績咧亦都唔代表未來嘅表現啦。投資者應該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獨立咁去作出咧就係投資嘅決策。嚟到呢度要同各位朋友咧講聲，下次見啊！財源廣進，下次約定你啦喎。好啦，好，財源廣進啦。咁我作為持牌人啦，咁之前分享嗰啲個股嘅案例咧，我本身係冇持有嘅啊，呢個都要做一個説明。好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同大家講翻聲拜拜啦，好嘛？拜拜，係啦，拜拜。拜拜。